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到今是已经超过32000人死亡。联合国安理会打总算是通过加沙马上停火决议，最后是一直咧背后支持以色列美国无去动用火国权。以色列方面嘛讲美国就是背骨的，取消代表团访美的计划。Abstention.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野手投下弃权票，无过动用法国权来阻止。安理会总算上一摆通过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案，内容促请各方伫穆斯林在解决期间随休兵，实现长久继续的停火，佮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释放人质。不过条文并无强制力。美国表示，不过后决是因为电动随停火、释放人质等内容，不过无投赞成票，是因为决议案无谴责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也毋过弃权票由原属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受气，指控美国放行决议案，危害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是背弃原则的立场，随即决定取消代表团访问华府的计划。We're kind of perplexed by this.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eems to be indicating through public statements that we somehow changed here. We haven't. And we get to decide what our policy is. 美国这段期间一直抗以色列唔通进军加沙走廊南部，以免进一步造成更加大的伤亡。这摆高层会议原本也是要参详相关措施。以色列单方面取消也和北京死亡无了解。早前一部去美国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伫会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进前，佮一摆表示强硬立场。אין לנו זכות מוסרית ל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בעזה עד אשר נחזיר את כל החטופים אל ביתם. 那伫以色列特拉维夫人质家属挺政府坚持所有人质倒来进前，绝对无应该先停火。公司新闻是非常评论。今日英国指控中国就是用网络来介入因选举的幕后支持者，唔但甲中国大使叫来骂，嘛宣布要制裁。也美国嘛透过跨国情报我按联名的宣布，指控讲七个中国骇客涉嫌发动网络攻击。日前数千人电脑来收集情报。中国的网络恶意攻击好加在无影响选举安全。英国副首相杜敦25日国会宣布，已经对甲中国官方有关系的2个人、甲一个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因恶意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甲立法院批评中国政府的国会机关发动网络攻击，也提出4000万选民的告诉外交大臣卡麦隆已经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邓德公，要求解释。The UK does not accept that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is set on a predetermined course, but this depends on the choices that China makes. 卡麦隆去年12月捌甲中国外长王毅直接讲到这个问题，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也甲王毅双边会谈。英国强调，中国这种的行为，互人无法度接受，英国袂容忍。That China is behaving in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way abroad,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it represents an epoch-defining challenge. We've refused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were a threat, but they are a threat. 在跨国情报分享我案联名支援之下，美国司法部25针对7名甲中国有关联的骇客提出控告，相信因拢都伫中国。美国基因长14年来涉嫌对美国官员、明代记者、学界企业，也是批评中国的人发动网络攻击、入侵电脑、收集情报，估计有数千人受害，也有其他国家人士。伫英国、美国了后，纽西兰也伫2日对中国提出同款的指控。中国官方支持的骇客想要破坏因2021年国会大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各国应该爱提出充分客观的证据，而不是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抹黑其他国家。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昨才声明讲，日本有来表明要来举办领袖峰会。不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煞是讲，伊对这件代志是完全不知情。有韩国媒体嘛认为讲，这场峰会无啥可能办得成。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小妹金宇正，25透过官方媒体调动社发声明，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北韩表达举办领导人峰会意愿，希望赶紧甲金正恩见面。金宇正目前是朝鲜劳动党的副部长，掌握重要的权力。伊伫声明当中讲，想要改善日本甲北韩双边的关系，爱看日本敢会提出有可行性的政治决策。也岸田首相拜一出席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員會會議。針對這件代志，伊講伊唔知影。報道今ご指摘の報道については、私はまだ承知してお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これは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が、日朝関係、拉致問題等の諸課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はトップの会談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日本甲北韓頂一屆領導人的峰會是伫2004年，迄當陣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甲金正恩已經過身的老爸，也就是迄當陣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日見面，我親身針對人質綁票的問題甲北韓協調。現今的領導人峰會若講會成，這是雙方20年來相關戰機的見面。岸田真正捌講到伊希望伫無任何前提之下，甲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會談。不過，金宇正即屆聲明指出，日本愛停止干涉北韓行使主權，而且莫閣講到綁票的問題。若無就算舉辦峰會，也無法度促進兩國互相信任。拉致問題がすでに解決された後の主張は全く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日朝平壌宣言に基づき拉致核ミサイルといった諸懸案を包括的に解決するとの方針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日本媒體認為講，北韓有想要透過甲日本拍好關係，來弱化美國、日本、韓國安全合作的關係。也讓岸田政府當想要佇綁票的問題得到進展，有關內閣持續降低支持度。韓聯社分析，因為兩國佇綁票的問題攏無啥可能讓步，雙邊會談要講會成，並無遐爾簡單。公視新聞兩間編譯。南美洲的國家厄瓜多又閣有政治人物遭不幸，當地27歲上少年的市長含一個幕僚去用槍殺倒佇個車內，警方初步判定嫌犯就是對車內來開槍的，可能又閣是甲毒品、甲惡道暴力有牽連。真大胖的厄瓜多警方伫馬納比省這個海基亞的前閘，因為禮拜透早因佇一台藍色的轎車內底，發現聖文森特市長賈西亞甲一個幕僚遺體，兩個人若像去互槍殺。Trabajo de criminalística se pudo evidenciar que existen 4 balas y vainas en el interior。賈西亞今年27歲，是厄瓜多上屆少年的市長，伊遇害消息傳出來，在地居民是攏真艱苦。警方初步發現講，歹徒是為車內底開槍的，懷疑案情並無單純，當咧分析這台車行駛的路線。去年8月，厄瓜多有一個總統候選人去互暗殺身亡。總統諾波亞講，毒品甲暴力唔但影響民眾的安全，就連公務人員甲公家機關攏面臨威脅。El asesinato de la alcaldesa de San Vicente y su directora de comunicación también nos recuerdan que esta lucha no ha terminado, tan solo ha comenzado。華海的厄瓜多最近這幾年來，才做賣毒的人，甲毒品載去美國甲歐洲的轉運站，黑社會暴力事件袂少。1月份發生犯罪集團首領倒教的事件了後，政府宣布進入60天的緊急狀態。想袂到暴力事件是繼續咧增加，也閣有全副武裝的人直接走入去當地的直播的電視台開槍。經過2個月掃惡的行動，厄瓜多警方逮捕12000多人，查到65棟走私的毒品。就伫當局講，治安已經有改善的時陣，拜六禮拜佫發生幾件暴力事件。除了上屆少年的市長去互暗殺，還有軍人伫巡邏的時陣啟動着埋伏的攻擊，造成1個人死亡，3個人受傷。另外有一間當地舉辦球賽體育館去互囥的爆炸的物件，加在有隨發現，並無造成人員的傷亡。厄瓜多政府伫3月初已經將緊急狀態延長，講會繼續向暴力甲毒品來宣戰。公視新聞張惠斌編譯。同款在南美洲的委內瑞拉7月就要總統大選，現任總統比亞前任已經完成登記，加原本民調支持率有超過70%的反對黨候選人，但是卻反映以貪腐罪名禁止參選，這等於讓已經掌權11年的馬杜羅罷免會當擱再當選，做第3任掌權18年。掌權11年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如果是摕有話查位之上的插牌來到選委會正式登記參選連任，場外則都有一大堆搖旗大聲話的民眾替伊咧加油応援，現場就敢若一場造勢大會。Hoy he venido no solo a inscribir mi nombre,
sino a escribir un sueño de patria. Vine para invitarlos a seguir soñando y a seguir transformando nuestra realidad hacia adelante, hacia el futuro. 委内瑞拉暗算伫7月28举行总统大选，至少有10个人登记参选。不过，去年赢党内初选的反对党参选人马查多，今年1月说服最高法院以贪污罪罪名禁止参加公职15年。马查多伫登记结束进前3天，解释80岁大学教授尤里斯代替出来选，但是直到登记结束进前，反对党拢无法度登记选委会网站替尤里斯来登记。委内瑞拉当局毋但是阻挡反对党参选，搁伫进前逮捕马查多的几个竞选幕僚，只讲因想要来破坏国家的稳定。专家讲，马查多伫一寡民调支持率超过7成，让马杜罗政府感受到威胁。Pero si el régimen cree que con estas acciones me van a aislar y me van a dejar sola, ténganlo bien claro. Nuestro equipo es Venezuela y todos los venezolanos están aquí con más razones a seguir luchando, más razones para seguir luchando. 前卫国的工人查韦兹伫2013年过身了后，原本是做副总统的马杜罗伫军方的支持之下上台。2018年赢大选了后，继续掌权甲打。但是委内瑞拉最近几年经济失速甲真严重，已经有超过700万的人民是逃去别国。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但即马全世界，毋但是台湾的出租贵，伫咧法国巴黎，这几年嘛因为出租的厝少。但一间5平房间租金都要超过3万台票，有钱阁租无。另外，伫咧英国的伦敦，2012年时办奥运，政府就讲要去社会主体，不过讲到即马12年过去啊，犹原是看无一个囝。最近伫法国巴黎税厝真困难，才拄啊刊登的税厝广告，5分钟了后敲电话问，有约参观已经满啦，而且租金高甲惊人。15 square meters for €900? I'm not that desperate yet. 27岁来昂过去2个月一直咧看厝，伊已经看15间房啊。There are a few offers, lots of people apply for all the listings, so today it's complicated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 来昂情形伫巴黎毋是个案。网络上4月拢是咧找厝的大文，房地产专家指出，巴黎出租厝的数量伫3年来减少7成以上。As a direct consequence, rents started to increase roughly 2 years ago, and they soared in the past year in 2023. 巴黎大房无够供应的原因真济，除了法国进前为着降低通膨、调起利率，造成厝卡真歹贷款买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大房无符合巴黎的质量法规。那2028年进前无改善，未来就袂当出租。佮加上下季奥运几个月了后就要举行，真济厝头家选择将厝短期出租，趁奥运期间趁一笔。未少厝卡最近就接到厝头家唔续租的通知。房地产分析师指出，今年上半年想要伫巴黎税厝竞争可能甲奥运比赛同款的激烈。同款面临大房歹找，也个英国伦敦。伦敦伫举办2012年奥运进前承诺，要伫奥林匹克公园所在地区，英国上散车牛汉兴建数万套社会主体甲相关设施。不过奥运结束10多年了后，居民毋望的名价大房犹原无消息。I met with an audience of local residents that, frankly put, were tired, came across as jaded, rightly so, were angry and felt quite aggrieved about the range of promises over the preceding 15 to 20 years that something was going to be done. 社会主体无消息，颠倒是新建的高级主体对外拍出一个月付2300英镑换10万台票的房贷介绍，向中西界级买出下手。数据显示，伦敦奥运场馆4区会已经兴建超过12000套大房，不过无够10%是社会主体。那过去3年，纽汉厝的租金起20%，和当地居民陷入搁较严重的好价三差期。公司新闻徐婉玲报道。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已经踩伫遐12年，到达油管有咧运作。有科学家就咧研究讲，迄当时迄降落迄个地点，甲会温照起内底照片的新闻，有发现讲火星顶悬的水，可能伫咧有生命进程就完全消失。
直径有到154公里的盖尔硫气坑，伫咧火星赤道的附近，和科学家认为不是火星重要的水分或者区域。科学家本来认为火星伫咧形成了大约5亿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130多亿年前，因为磁场消失，无法度保护大气层。和太阳风北去，连带和火星地表的水分拢蒸发。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上新的研究内面做出一个结论：火星地表水分消失的时间比原本设想的晚真多。All of this water that was on the surface began to sort of boil off and was lost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then into space. So between 3.7 and 3 billion years, Mars essentially lost all its surface water. Or most of its surface water and most of its atmosphere, which is the same time that we were hoping life may be evolving. 研究团队发现，硫气坑的酸碱残处之间，并无亲像风化了正整齐一沿贴一沿，是弯弯翘翘，认为是火星的水一直来来回回伫咧冷冻退冰，酸盐受到压力才会弯弯翘翘。Within that sandstone, we find these structures which cross-cut them, which are evidence of water. So they must be one of the youngest things to happen in the crater, which therefore means we have these structures which were formed by water are one of the latest things in the crater. Therefore, there must have been water more recently within the crater than we previously thought.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款水并无来来回回冷冻退冰，而是变做盐分正悬的所谓裸水。会当伫咧超低温之下，以液体状态伫硫气坑地表织出弯弯翘翘的形。不过，若要找到火星不具生命的证据，即嘛是也无够。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